节，圣人爱办日记，不惜混乱菜场。外面听了，圣人爱办日记，不惜混乱菜场。真穷，请了，请了，好繁华的精神这个人来做什么？穷得这样也想来救情。什么？我么进来观光观光，喂，这里是相府天街泡酒招亲的所在，不是观光的地方。啊，今天我访友归来，路过此地，顺便进来观光，有何不可啊？哼！这里是相府千金泡酒招亲的所在，不是什么观光的地方。哎呦，反倒这个穷酸倒霉，童言无忌。什么？众位不要喧哗，小鸡等女泡菜鱼来了。哎呀，
当机楼上有人惊死我娘于当机，好气呀，好气！不免以此为例，凝视一岁，看他是些什么。欲当鸡毛手，红冠不乱尘，胡今能报效，尽心思郎心是让人。员工，请派一小子来补。哦，把一小子小姐请你来补。小喧哗，小姐等补，王真公子参礼两旁。见过娘子相，在早题答对。小姐，小姐呀，你的主官在朝堂，有权有势有家当，要跑才就跑进我，选一个富家公子做新郎。了解，我弓马引走无一家，在古当年出霸王，要跑才就跑进我，这一股该死英雄做新郎。看我来，看我来，小姐，小姐啊！天生标致好面貌，花为花美又会忙，要跑才去跑进我。选一个风流人儿做新郎，小姐呀，锦绣文采不中长，立志辞官家邦，有98年美姻缘，第一个读书名利，相敬士兵做新郎。梅香小姐，他们只相一人，不知道文采如何。小姐有事一连，叫他们早与
把三句请给时，何罪不？风流精巧，美男子。哎呀，小姐对我有意思了。哎呀，小姐对我。妹妹还与你，此话不须外夫吹，留于顺公则归人。此话不须外夫吹，留于顺公则归人。哎呀，小姐，这前面是我王三公子所写，怎么把衣袖在所提？穷说。员公，小姐吩咐王生公子散去，但留下怕衣袖日。既是高大车了，就应该跑打车酒嘛。你叫我们散去是有道理。闲话，小姐的车具来了。将以袖青马鼻水滚滚乱菜而上。不要肚子，我们走吧。员工，请把衣袖子到瓦。把衣袖子，小姐请你到瓦。今日正逢回文定，欲属于非此提出的理你，能尽此理来观光家用礼，真啊家义红叶必人自必成，怎能与抗理？秀才，小姐请你到瓦呀。小姐，蒙真有礼了。对面四句，可是相公所？真是。是何写的？此话不须反复猜，累于顺公则归神。相公既在，故意拆酒相讨。小姐既然有意与小生结为心间之好，你修改什么？像小姐在楼上问话，小生在楼下答话，这一高临下，这一高临下此次相公少得我留下来了。
小姐蒙真有礼了。相公，但不知你有见教？小姐呀，将我爱公才留心得人情来人关节，这是我蒙真家寒笔，会无尽我上啊小姐，想你丞相女珍重并家心，小姐呀，万望三思平中。神容
有这几个。好，新姑爷小姐就要为夫来了，快拿到厅堂挂起来。夫人，女儿才留招亲之事办得怎样了？哦，听说选中了一位才艺高超的秀才。当真是啊。真是夫人教女有方哦。这是相爷的教诲之功。叩见相爷夫人。家园，才留招亲之事办得怎样了？哦，小姐才有4句，相爷请看。哦，我儿还才有4句么？是啊，一日计划旁流音，往来风停不能弃。吃得好，吃得好啊！哦，还有何事？做得今我上娇美，把3句风流君腔。相爷后面还有啊。此话不须盘夫才，留于顺公则归神。此话不须盘夫才，留于顺公则归神。家园，小姐的才求可曾当中赐神？真是当中赐神呐！正是当中赐神么？夫人，这是夫人教女有方哦。这是托相爷的洪福。启禀相爷夫人，小姐同新姑爷为夫来了。请姑爷小姐厅堂设坐。是。家园吩咐姑爷侍候。告召您哦。是。相爷吩咐姑爷侍候，告召您哦。穷孙落白杨，怎能无家？
怎能配凤凰？想也不必怪女儿，只怪书生不思量。下迎宾客，菜柳子上优美香。小姐菜柳出死去，好举现在是造郎弟弟。那年到泪水不可用人量，为人岂能开怀冒香？沙里到今见良缘，必有此人看相当。儿媳她有妹夫很长，她一表人在有子相。他有子高盖登金榜，为吾落分在他乡。太公地乱上吊泪，孔子神差神力量，古人都有11日，他一日11有何妨？相依。美小夫人，你这个死的丫头，相夫找公道，人我要想到，小姐你与少知道，你在菜楼真不上前去主刀。喜怒有无疆，原是小弟之中山。啊，老什么？老大人。哼！并不来原是配鸳鸯，谁知他骑兵来不但城上，那边马原子，这边挂梅香。他丈夫这对公民不讲理，后代不能去欺负。
放心情你儿啊，你过来！儿啊，你一心要匹配这何事？莫非讨厌他缺的？不讨厌他去，讨厌他错，也不讨厌他错。你既不讨却错，讨他什么啊？母亲，女儿讨厌他，爱不文章。你是今宰了他去，能把文章充饥？这不能充饥，能把文章御寒？不能御寒。哇，不能充饥，不能御寒，你要文章无用啊！娘，我的儿啦，你要是宰了他去，难道你个人终身受苦？母亲，女儿绝不愿意。你真是不识好歹的蠢材哟！小姐，你在采楼之前，要死有死，要得有得，事情何不让人这上结局，一时才有。这倒也是啊！老大人，有生吕蒙生有礼了。何子又见什么礼？这就是老大人的不是了。人将礼义为先，是将花骨为源。开口恨是必口穷酸，有道是守富贵，隐护富贵；守贫贱，隐护贫贱。有生虽贫，贫而有之。老大人虽富，恰是富而不仁啊！我有哪些不成？你有三不仁。有三不仁：一不仁欺病爱富，二不仁不信会亲，三不仁无所事闻。一怕胡言，百人混子，这本要生破杀。宽宏宰相，何须发怒生嗔？
你是人高才，难道这无错私说都被你托行了不成吗？昨人无错私说，又生恰不肯言。这是多数人不言私说，难道见了老大人就是恭喜发财吗？好，老夫倒要测上一代，就请此地。能猜猜一支丹桂，水滚高攀，浪滔滔三界龙门，不能不跳。在这一代原文凤凰飞去遭殃，凡鸟野滚必刺。蛟龙飞得云雨，五子残其其身。堂堂相府真是无事，昂昂修在真是万鸟。在这老飞的原文这哪个？相爷，看他出口成章，才华过人，不如就整见了他们吧。堂堂相国千金，岂能匹配混世？这就当中死而不冤。有我相爷，相爷，都是你管教的好女儿。哎呀，相爷呀！跪下啊，这，哎呀！家园有许分女也不良，与那混世所取财经，与我当大此去。慢，目真其为金盆而来，真是不识好歹的穷酸相爷。让我的孩啊，为父当朝官，一品全造反了天下dân。我儿他将穷尊配，教我脸面不自配。我命才儿去招聘，才就当中绿梦人，今日昏官要反悔，弟弟呀，你见不怕华人笑你眼不信。儿啊，为父都是为你哟。弟弟，儿心一病，不劳操心。臣才的心难更改，顺顺不知好无德，一心只想穷酸配，名臣父亲难混配。儿啊，你他不把心意为，莫怪为母来太亏。你与我，怎么？你与我。弟弟，儿啊，你我是轻松为父相劝的好啊。女儿在难从。
并修小夫羞夸，虽是伤兵救夫家。求来之人三有色，曾到哪个师傅花？你真不知吾将反复你阳告愧死恩，抚养你18载，抚养你18载。好妇女怎分离，怎分离。你就真的了女儿啊！让我早在穷酸谈谈不能。弟弟，这是弟弟你要所产女为不舍得追成恩。
小弟听啊！啊！哎呀，好险呐！叫我怎样上去呢？让我扶你过去吧。
弟，哦，是归去，夫君的家园。不远，就在西面了。明日里我只因归国中，做不出官司怀。今日里过去过山走上路，只觉得不中饥饿，多年的痛衰。全小姐，我心焦，我愿就是我家园，望小姐欺人美，慢慢一步向前赶。听来秀才来相劝，不由我心痛。这就是我亲手好决意，在他回家去落园。终于苦吃我应承，我做通做官。小弟，现在我们怎样？偏偏遇了我也生小弟，你慢点走。哪怕他千山万水路路远。小弟，你慢点走。小弟到了啊！到了呀，秀才啊，在哪里呀？就在这里呀。这里就是贵妇，很是是什么贵妇啊？连房子都没有，是什么回事？这就是房子啊！哎呀，这是一个土墩墩，怎么是这房子呢？这个土窑嘛，就是房子啊！你我小姐，小姐，你不要哭呀！你不要哭呀！啊，现在我不哭，这是我这里没有房子啊。小姐不用烦恼，我们是四杀法界，把他高楼并立起，何曾没有房子啊？可是
事情只在此地，岂不是凄凉？小姐，你看，此地是山花土香，莫煞动具，青山落水，把鸟证明是热闹得很，不为凄凉的呀。门门在哪里呀？这就是门啊！哎呀，这是一条破日子，怎么说是门呢？这叫做辕门。好一个辕门！小姐别看门外之词啊，这门里面恰是别有一番风光哦。哦，里面外面有一番风光。是啊是啊。那倒让我去看看这个风光来。行啊！哎呀，你怎么不对吧？小心？空里哦。哦，那么让我先进去说与彩英小姐啊。小弟，来呀！啊，嘿嘿，这是里门一路，进来可要抵对哟。来，放心。先生啊，我进来了吗？进来了，进来了。可以抬起来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哎呀，不对，房子倒下来了呀，房子倒下来了啊！小姐呀，这房子是用火烧炼过的，坚固得很，不会倒的哦。哎呀，这房子倒烧得好巧啊！没有梁，没有石，没有水，也没有瓦，真像一只谷子。哎，分明是房子，怎么说是谷子呢？小姐呀，这房子可有个药啊，什么药？叫做安乐窟。安乐窟。岂不闻君子食无女宝，居无女恩？我在此地是安儿居之，岂非叫做安乐窟？好一个安乐窟啊！现在大厅在哪里？大厅，此地呀。指望在哪里？指望也是此地呀。现在我有你的我旁也在哪里呢？我忘了，也是此地嘛。哎呀，现在我看你呀，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小弟笑我什么？那大厅在此里，指望在此里，现在的我房又在此里。地方只有这样大小，怎能都在此地了？哎呀呀呀，那真是巧极了。巧是什么？那巧得我的娘没有进我家中，要是有，现在你是往哪里去帮我？小姐没有嫁妆，小生没有厅堂，真是巧合，不必取笑。现在动用的家具在哪里？动用的家具，这要定要有的都是呀。那那倒让我去看看。哎呀，家具是为何用看的？不要看了。哎，看看的好。看。现在这两块石头凶得没黑，这是什么呀？这是枣啊，枣。什么枣？叫做原仙枣。好一个原仙枣！哎呀，现在这个破布头有什么用处啊？当心啊！这是谷子啊，谷子这样小，
够谁吃完你？我一个人吃也是够了。哎，紫金。哎呀，事情你我是两股神了呀！啊，我梦真一时家口真多，这边事哦是好呢。这，哦，小弟，我有个办法了。哦，什么办法？我们一人去玩，一人在做。那岂不是累苦了我？小姐不用撒娇，等我明天去买个大的。买个这样大的，也得给你我二人用了嘛。那就好了。现在，这些杂草又有什么用处啊？这是锁啊，锁什么锁？叫做养人锁。人家只有短说经说，从来不曾看见过这种草索。现在，我为养人说，此草生在山上，谁料可以养人，因此叫做养人锁啊。养人锁。我们小姐说呀，这就是我夜里睡的上铺啊！是你睡的上铺？哎，现在，那么你们也在这上边睡呀？我也在上面睡在上边，可是暖我的很我本是相逢千金玉，珍藏在修为精密暖国中。难忘小姐待我心里从现在你有朝思远之，必得长远归。哎呀，小姐好过才对呀！多谢小姐金口玉言，小姐在上，随我蒙真一拜呀！不拜也罢。哎呀，这样好的彩礼怎能不拜呀？一定要拜！我要拜了，我要拜了。小姐，你怎么了？现在我了。哦，你在哪里？我们可仔细闯击呀！你有在哪里？在这里，在这。小姐，你听，木兰日的钟声响了。
我去滚在，嫂子经理带饭回来呀！啊，现在此去里莫兰日路途可远，不远不远，你滚去不会落空吗？不会不会，他们是先民中后吃饭，听见钟声真是时候，小弟提防宽心，稍日我这里带把米饭回来呀！啊，现在你要早些回来呀！小弟放心，我去手来，去手来。小弟，你可不能出来呀！怎么？要等3早以后才能出来哟。我晓得。吾让出了家，身上披袈裟，命中去早饭，夜经独身呀！是的呀，师兄，那吕蒙真天天来吃早饭，看他那个终身的样子啊，真正有些可恶。是的呀，我们今天来想个办法。师兄，你有什么妙计啊？带我想来，带我想来。是的，我们今天来先吃饭，后命中，等他来时一上空。
呀，几秒！那你快去吩咐3万的武让，从今天起就是先吃饭后民众。好。里边3万个和尚听着，从今天起，我们是先吃饭后民众。好个，你们快来吃饭吧！好。师兄，吃饭！好吃啊！大喜纷飞，富长空，天安地动，登山峰。路崎岖，纤细瓦的森林中。我听着莫拉日内钟声响，御空推在关波长，几步来到山门前。深深细灵，心无往人，相眼望。我比我来日一幕关不真。有之间当起当把后想啊，当七师兄，当八师兄，有理了。这两个和尚不理睬我，看着一本火烧的红红的，却被他们扒准了。师弟呀，是你的衣服烧了哦！师兄，是你的烧了，你的烧了，我的烧了。烤火啊！师弟，来，师弟呀，忘了啊？怎么忘了啊？他用了这股气，把我们轰开，
他倒考起个500万河来了。哦，哎呀，你看，哎，他倒考起2米王来着。哎呀，哎，师弟啊，我们来记上加计。师兄，你万一什么不要讲？哦，老爷了！哎呀，兄，不必客气，来，听说啊！哎，师弟啊，吕老爷来了好久，哎，给吕老爷倒杯茶来呀！倒茶，不必了，倒茶不必。哎，吕老爷，好。哎，吕老爷来，哎，请用茶。哎呀，你看，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笨，一本书给破写了。哎呀，不晓得是谁把鞋带了进来，哎，我一晃，那跌了一高。不要紧，送信少一本就是了啊！啊，送信少一本，送信少一本，对，哎，是的呀，送信少一本啊。哎，早头里没有货啦！啊，没有货啦！哎呀，没有货了，那就不考了啊！不考。哎，你们不能吗？我们不能，你能不能啊？我也不能啊。好，那么大家不考。二位师兄，你们的年日都办完了吗？有什么要写的，我来帮你们写吧。哎呀，没有什么好写了啊。对字呢？写好了吗？那么诏书呢？也写好了。今天，今天过了嘛，就是明天嘛。哎呀，李老爷今天没有什么事好做了。那李老爷，李老爷啊，我这里啊有这么语，请吕老爷再上几句诗。莫与本日莫雕成浑身金甲放光明。不错。每日佛堂生巧当，文光阴。是的呀，我们又被他挖苦了啊。他是我们在文光阴啊。什么意思啊？你是对，李老爷，这前面2句很好，这后面2句，我来帮你改一改。你往为改嘛？哎呀，李老爷上到这里来，我们也就也为了几句啊。但不知是何改法。切！你笑些什么？叫你忘把事情啊带，恰原来是个此爱来途的顺序呀对。过去功名只在朝前，问的是进宫和美配成天。不去早晚心上三尊这来的女老爷，有一位故人你可知？你这来就来给我们听啊！那文心一人胯下水着泪。师兄啊，
一听他都讲起好话来了啊！是我们啊，哎，像是嘞。哎呀，是的呀，啊，他是狠心神经受辱胯下，不是是呀啊，孟大侠当起事来不得。哎，师兄啊，他手上不走，你可怎么办？不走啊！哎，李老爷，方才我们冲口而出，方李老爷不必介意，不必介意，没有什么。是的呀，给吕老爷拜菜啊，拜菜啊，吕老爷，早晚一日不容，请吕老爷到山门外看看很好儿家，还得请吕老爷儿媳妇过年的对子啊！哦，要媳妇过年的对子，媳妇对子，别你不要忘了，别你弄，哎呀，没有比你这么细呢。吕老爷请啊，请啊，师兄听，吕老爷请，是有偏了。吕老爷，你看这真相，说得可为你呀！那，媳妇什么样的对子才好啊？总要媳妇很好的，才能对得起你们。阿弥陀佛。师兄，哎呀，这和尚怎么进去了？师兄，把门都紧闭了。只听他们有一天千千万后命中，梦之来世一场空。这两个秃驴哭哦呀哭哦，这可以我起。叫死后晓得，不明待我第41岁，小小我心头之气，十多对在9度空，恼闻脱驴反回中。门都关了哦，很出驴不断将人情，天无灵才是悲。后命中，为我几人立下将人情。今为梦生不得志，再不到真3日里。
那修人等浑身上下似水浆，既然还要苦难熬，怎把门风应走跑？风地满天，洋洋小道路难行。但只见轮中女子泪汪相交，黄尘寂寞犹在上，只叫人飞这窑门之外，为何有这乱中女子？哦，是了，想是他爹娘见天气寒冷，才人将他即为夫去了。唉，小姐呀，小姐，你要为什么？等我回来也不是。哎，不为呀！像我小弟只因不容父命，才被官车相负，焉能为妻？对为妻。乃相夫之女，千金之体，也能上以受此贫苦。这乱中女杰吗？不必。急急忙忙为要走。
如今风有空惊动他暖苦梦。想当初他不言我贫穷，在我来人很要走，叫我个数量，但也难过说。莫非他三心今日变，难为心难受几何懂哦。小弟我梦真穷则穷在东，但真城南天盘龙，金榜题名天下闻。到那日我对待菩萨身穿红袍，坐等朝宣，我要问虐待，我要拜拜拜拜，要主当愿公唉，天啊天！你吹风时不要下水，既下水又何必吹风？唉，像我今天关在没有关上，反倒受了一顿气喽，身上衣服又被风雪挡湿。哎，我在路上拾得几根芦菜，不免将它点起火来，也好将我一毛红滚呐！君子不得志，反被小人欺。满到小人气呀，吹胡都要谢，何谢我就不考。唉，真是晦气。哎，这落在落地，家人一个十字，啊呀，倒引动我吕老爷的私心来了啊！这都对在九度空，哎，开口对在，闭口对在，难道我吕老爷离了你这么烂日子，我不成了吗？对在，这都之门就不开，门内些话转归来，束手难解几何动，垂拥相对，这个不好，垂拥相对甚难向我腹中空空是也，还在推敲什么是也我落落几浪心欢欢，狂风大西似电川，这都子门就不开，满头的花还要转，
这等杀我迷人洪水归，真归他相门缘，梦真空有世俗归呀，有空交替难报情。问你，这是什么东西呀？什么的陆军呐？陆军！哎呀，这陆军乃是侠气之物，怎能盖在我们读书人的身上？真正有错之分。夫人，今天才是小姐的婚要了。到了我。到了，快扶我出轿啊！我要在哪里？我要在哪里呀？夫人，这里就是小姐的婚呀啊！我的女儿竟住在这种地方，梅仙啊！夫人，快去吩咐他们把两顶轿子远远是儿。夫人，少日劝得小姐回去，如今上轿岂不方便？你不知小姐的身心俱强，言语尚且出完不得，若被他困到这两顶轿子，更难应付。快去吩咐他们。啊，夫人吩咐，叫你们远处是。是，梅仙啊，快去通禀小姐，是我亲自看她来了。啊，梅仙啊，不要多言。梅想知道，小姐，夫人，小姐她不在窑内啊，不在窑内。哎呀，梅仙啊，你快扶我到那边去找找看。女儿，小姐，女儿，小姐。我不
知道我父他是有子有人，他定有苦情回来之时，你想我做什么啊？你莫非是报喜来了啊？莫非是报复在了冤枉？你得一早把喜报送，眼见的红日里满枝红，那桃花浪漫雨花怀念千文梦母亲，请坐。娘，你好吗？娘是好的，这是少姑女儿在身边哦。儿郎，秀才赶考去了。是啊，他赶考去了。母亲。老米三路把人来到问要，女儿实在是不孝。为娘知你惊慌不忍可语，心中想念故来望你啊！母亲，女儿的日子其实是过得完好。母亲，你不用挂心。啊呀！眼看这个样子，
他还是好你。哦呦，儿郎，这个地方亏你指的哟。怎么过？甚是缺少了女千金啊！母亲，你儿子在这个地方在好你啊！他呀有个药，什么药？他叫公道，请问大雨不回来，风暴到来不动了，公卿中来才开门，女儿我只在此地苦啊！我好要是的好药，他还是逍遥嘞。儿郎，那你谁在哪里呢？你谁在哪里呀？何来无比你真与郎，女儿啦，正去家中向牙上，须真金币必若不必呀用，你的鸳鸯之功命为难富贵之有相公。亏你是得策哦，娘。儿郎，那你的三餐做完了？母亲，你儿子今确定是把米，把米在哪里呀？在米灯里。米灯里？梅姐啊，我们怎么就没有看见米灯啊？是啊，小姐的家事都在这里，就是没有见过米灯。米灯在哪里？在元仙灶里。元仙灶里。母亲，女儿是新确定比把米更可口的东西。什么更可口的东西？那就是野仙。野仙？野仙生在山坡上，日光照线，雨露阳。
相之为美，其名就叫翡翠岗。翡翠岗，哎呦，梅香，夫人，什么稀奇古怪的菜呀？不用说是全县的听都没有听见过。母亲，杀死此岗真是奇味无穷，美不胜言。吃了它，能延年益寿，精神受口，儿聪莫名，手轻足健呐。有这样大的好处，儿啦，那你赶快去追我来，就为娘上上。夫人，这就是碧落清香的翡翠岗。儿啦，秀才赶考去了，你做结婚要起步什么？母亲，这里赛花图像把鸟证明，万岁是你闹的呀！这种地方万事是你闹，我的儿啦，你唐举节目，我不愿为娘去做博一事啊！女儿娘与母亲做博。这是娘的孝顺女儿，去哪里去啊？你是要为你老们对为娘出去看看啊？今日母亲要到郊外去看看，带女儿父母亲出去。好，儿啦。天气好，母亲，要内要外，天气一样的好。你还是要为年老嘞，眼看前不把称，后不把点，不用说是神，连个影子也没有哩。母亲，这里人生稀少，荒草却有许多。母亲，你来看呐！人儿在远花田，汉子从大人回，悠悠
亲落了单，他是国家金刚。把话起波来，把完全身他不听，一心要守李梦贞。梦真不忠，他不归，叫我无计难成身。儿啦，你来看。为娘年老发苍苍，风中站着我上上，娘在家接着接碗接着汤，想着你饥饿无人真恩的当，娘在家一梦早晚天中郎，想着你身上有味天衣裳，娘心心挂念难杀儿啦儿啦，难道你是忘了娘？你难杀啊娘啊娘，女儿真成杀亲娘啊，独自为弟弟，他心情你活生生插在母女分两旁，女儿已发下红紫
房。娘啊娘啊，你要争一口人，神争一口气。神争一口气，娘啊娘，要争神争气，恳求娘亲人言，儿子将儿夫他进可亏呀去，就得功名大人金榜，来登梦中转高头。一女儿头戴凤冠，身穿雅白，腰系牛带，夫妻上上，皮肤用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摇摇摆摆摆摆摇摇，见亲娘见亲娘儿郎，话虽不错，知他何时得中哦？母亲，像蒙真他是国家都在，此去奉用机会，他定不会远的。当真，女儿是深信不疑。我儿竟深信无疑的了。母亲，到那时间，女儿女婿上上永归，岂不是比女儿今日委屈的更好吗？女儿女婿上上永归，是人比今日委屈要好啊！是女儿多谢母亲。你谢我什么啊？咦，我谢母亲留下女儿上上永归之恩呐！哎呦，你呀，你好一张理嘴哟！夫人，困天色不早，相爷就要为父，我们回去吧。儿郎，你是真意不跟为娘委屈的了。母亲，来日方长，何必急于一时你？好，既如此，为娘也值得承载你的志向。但愿蒙真早日告终，为娘我要委屈了。女儿送母亲。见你，哎呀，儿郎，这股精彩，你还是留着用吧。多谢母亲。
去吧，回去吧。就在这里啊！好。哟，我也是说破药啊！哦，你请少尉待我起兵消息，再来相婚啊！好。小妻哪里？小妻哪里？老员工，到此何日？这里道喜来了。哎，玩到什么喜？李姑爷告从了啊！啊，李姑爷告从了。怎么？他告疯了！这里送官告来了，你在哪里？你在外面。是此缘故。有，命他觐见。小姐，请你进去啊。好。这就是夫人啊，向夫人讨喜呀！罢了，你是从京城来的？是。奉何人所差？奉上元素茶来送官告的，可有家书？启禀夫人，上面公府因违抗，不得休事，也有公花审查。一见公花喜涌我愿我也承认心碎，永长兄。在彩楼清醒，将他献，我是立志不移。
在回窑中，他是梅花锦绣，他金用功，到如今他是马前不堂。情有用，妻子到秀才府，他金盘龙。状元几日归来？即刻归来。是只将官告放下，为兵长远去吧。是。这是小计而且你的啊，多谢父臣。小计啊，员公，你怎为与差药到此？朕老夫人思念小计，养病莫难事。问过了老爷，请小计过去相见。我在中都普及财源，因他不是小计的日子，故我们领他来了。赵员公，你去为禀老夫人，是小计要和长远归来，弄到莫来日拜见夫人所去。是。我一心在官日中梦中告诉了，他当我文理非金下，兄弟的把他得来了，不该白玉把中挑，把中挑。这件事情不得了，眼看我们要糟糕。蒋王司机他亲手写，可见一定不肯饶，不肯饶。找个东西来做一做，你他看见更气恼。我去那个必杀招，必杀招，哎，必杀招，哎，必杀招。哎呀！快那个板凳地里高，地里呀高啊！哎，地里高，地里高，跑！
上元公。罢了，何日？相宜配有40名蔡岳，良臣千杀大将，迎接上元，上元夫人国父安生。本府此番为行，迎接夫人，3日之后列接为京，不必了。小姐，老员公，你去为兵相迎。回去吧。是。师兄，当八师兄，方才在山门之外做些什么？我们这，哎呀，启禀上元公，上元公已经在汾江之上地有失据，我们为防风吹雨打，龙上必杀，让来往的官员看见了，也好替我们莫来日，真正光彩，真正光彩，真正光彩。此举上立地文，困必念是。是。在九路空，恼恨脱律犯内中，待我所让两句。受人封赏神不免，今日死得必杀。请上元公、上元夫人、老夫人到茶堂用茶。请问是西民众还7万，还是西7万还民众啊？当然是西民众2千万，西民众2千万，2千万。岳父大人，郭月是告赵宁侯是。相爷吩咐过1日后告赵宁侯。
心中浩荡汪，自穷尊落北洋，怎能无家赵东堂？你儿啊，我儿做事不思量，三季怎能配凤凰？想也不必怪女儿，只怪书生不思量。爹娘书生也忙也在望，不要群众别慌。今日领子早上当，一代风尘别投降，就在第三，虽然他一生能做东龙什么？龙有吹箫迎凤凰，有身材得享高堂。家园哦，小人留下迎宾客，菜柳之上优美香。小姐菜柳出死去，好去现在是造郎。常言道，泪水不可用人量，为人岂能快冒香？沙里淘金见良缘，必有此人看相当。儿媳她有妹夫很长，她一表人在有志相。他有志高盖登金榜，威武落魄在他乡。太公地乱上吊来，孔子神差神力量，古人都有11日，他一日11有法相依。梅香夫人，你这该死的丫头！相夫早公堂，门户要相告，小姐年逾少知道，你在菜楼真不上前去主刀。喜怒有无疆，原是小弟是中山。啊，老什么？老他人。哼！并不来原是配鸳鸯，谁知他骑兵不难成方，那边马原子，这边挂梅香，他丈夫这对公民不讲理。哦。
放心情，亲爹娘在听女儿讲。儿啦，你过来。儿啦，你一心要匹配这何事？莫非讨厌他缺的？不讨厌他缺，讨厌他错，也不讨厌他错。你既不讨却错，讨他什么啊？母亲，女儿讨厌他，爱不文章。你使劲宰了他去，能把文章充饥？这不能充饥，能把文章御寒？不能御寒。哇，不能充饥，不能御寒，你要文章无用啊！娘，我的儿啦，你要是宰了他去，难道你个人终身谁苦？母亲，女儿绝不愿意。你真是不识好歹的蠢材哟！秀才，你在采楼之前，要死有死，要得有得。事情何不让人这场结局，一时才有。这倒也是啊！老大人，有生吕蒙生有礼了。何子又见什么礼？这就是老大人的不是了。人将礼义为先，是将花骨为源。开口恨是必口穷酸，有道是守富贵，隐护富贵；守贫贱，隐护贫贱。有生虽贫，贫而有之。老大人虽富，恰是富而不仁啊！我有哪些不仁？你有三不仁。有三不仁：一不仁欺贫爱富，二不仁不信会亲，三不仁无所事闻。一怕胡言，百虑混子，这会要生破色。宽宏宰相，何须发怒生嗔？
你是人高才，难道这无错之说都被你托行了不成吗？做人无错之说，又生恰不滚言。这是多数人不言世说，难道见了老大人就是恭喜发财吗？好。不许混乱菜场，外面听了，深深爱半日记，不许混乱菜场。真穷，请了，请了，好繁华的精神啊！这个人来做什么？穷得这样也想来救济。不是
做什么？我么进来观光观光，喂，这里是相府天界泡酒招亲的所在，不是观光的地方。啥？今天我访友归来，路过此地，顺便进来观光，有何不可啊？哼，这里是相府千金泡酒招亲的所在，不是什么观光的地方。哎呦，反倒这颗穷酸，倒霉！童言无忌。什么？把他后来众位不要喧哗，小鸡等女跑菜鱼来了。哎呀，楼上有人监视我将鱼当起，好气呀，好气！不免以此为例，凝视一岁，看他是些什么。鱼当鸡毛手，红冠不断层。不经能报效，尽心思让人。不经能报效，尽心思让人。员工，请派一些子吕布。哦，白衣就是小姐请你吕布。哎，不要喧哗，小鸡吩咐王真公子参礼两旁。哎，见过强子相，这早题答对。小姐，小姐。
年出霸王，要跑车的靠近我，这一股该是英雄做新郎。哎，看我来，看我来，小姐，小姐啊！总说快一点。走得进我长娇美，名花映若富傲人。把三句请给时，我再不。风流精巧美男子。哎呀，小姐对我有意思了。哎呀，小姐对我，妹妹还与你。此话不须外夫吹，留于人公则贵人。此话不须外夫吹，留于人公则贵人。哎呀，小姐，这前面是我王三公子所写的。把衣袖在所提。穷说，员公，小姐吩咐王生公子散去，但留下怕衣虽日。既是高大车了，就应该跑到车就嘛。你叫我们散去是有道理。像话，小姐的车具来了。
将以手金马笔水滚滚乱菜而上。哦，不要肚子，我们走吧。嘿，嘿，员工，请把一袖子到瓦。把一袖子，小姐请你到瓦。唉。抗力，秀才，小姐请你到瓦呀。小姐，蒙真有礼了。外面死去，可是相公所？正是。是何写的？此话不须反复猜，累于孙公则归神。相公既在，我以彩球相抛。小姐既然有意与小生结为心间之好，你修改。修改什么？像小姐在楼上问话，小生在楼下答话，这一高临下，这一高临下么？此次相公稍待，我就下来了。小姐，蒙真有礼了。相公，但不知你有何见教？小姐呀，将我爱过才留心得人情来。真家寒笔会无尽我上小姐想你真相女珍珠并家心小姐呀万望三思平足身中
做希望。相爷，好，休这几步。好，新姑爷小姐就要为夫来了，快拿到厅堂挂起来。夫人，女儿才留招亲之事办得怎样了？哦，听说选中了一位才艺高超的秀才。当真是啊。真是夫人教女有方哦。这是相爷的教诲之功。叩见相爷夫人。家园，才留招亲之事办得怎样了？哦，小姐出有4句，相爷请看。哦，我儿还出有4句么？是啊，一日计划旁流音，往来风停不能弃。出得好，出得好啊！哦，还有何事？做得今我上娇美，把3句风流君俏。相爷后面还有啊。此话不须盘夫才，留于顺宫则归神。此话不须盘夫才，留于顺宫则归神。家园，小姐的才求可曾当中此神？真是当中此神呐！正是当中此神么？夫人，这是夫人教女有方哦。这是托相爷的洪福。启禀相爷夫人，小姐同新姑爷为夫来了。请姑爷小姐厅堂设坐。是。家园，老夫倒要侧场一待，休请侧地。能才才一支丹桂，水滚高攀，浪滔滔三界龙门，不能不跳。在这一带，原闻凤凰飞去遭殃，凡鸟野滚必刺，蛟龙飞得云雨，五子残气气身。堂堂相府真是无事，昂昂秀才真是万鸟。在这老飞的原文，这可哪个？相爷，看他出口成章，才华过人，不如就成全了他们吧。堂堂相国千金，岂能匹配混世？这就当中死而不冤。相爷，相爷，都是你管教的好女儿。哎呀，相爷呀！跪下啊，这，哎呀！家园有许本你也不良，与那混世所取财产，与我当大出去。慢，莫真是为金牌而来，甚至不是好歹的穷酸。相爷，让我的孩啊，为不当
将穷尊天，教我连绵不辞退。我命才来去高平，才就当中吕蒙人，今日回来要反悔，弟弟呀，你见不怕华人笑你眼不信儿啊，为父都是为你哟。弟弟，儿心一定，不劳操心。臣才立心难更改，循顺不知好无德，一心则将穷酸开，令人夫妻难分开。儿啊，你他不把心意为，莫怪为母来太亏。你与我，怎么？你与我。弟弟，儿啊，你还是轻松为父相劝的好啊！女儿是难从。你我将花冠里见特相，双双坐车相逢会。肩并休笑夫休夸，虽是伤兵救夫家。秋来之人三有色，曾到哪故是浮华？众人
你真不知吾家担负你阳高愧死恩，抚养你18载，抚养你18载。好妇女怎分离，怎分离。你就成你了女儿吧。让我招在穷酸，盼盼不能。弟弟，这是弟弟你要所产女。为不舍得罪臣官，也难为你承才沏茶饮。爸，
亲，但愿结老相连心。小弟听啊！哎呀，好险呐！叫我怎样上去呢？让我扶你过去吧。没有，小弟走吧。哎呀，好险呐！小弟，你看现在这是山坡啊！山坡！哎呀，我又怎样上去呢？让我一扶你过去吧。你在前面领路。哈哈。
雪红人情。小弟，哦，是归去，夫君的家园啊！不远，就在西面。啊，在哪里呀？就在这里呀。这里就是贵妇。很谁很谁是什么贵妇啊？连房子都没有，是什么回事？这就是房子啊！哎呀，这是一个土墩墩，怎么是房子呢？这个土窑嘛，就是房子啊！你哦。小姐，哎，小姐，你不要哭呀！你不要哭呀！啊，虽然我不哭，这是
是我这里没有王子啊！小姐不用烦恼，我们是四杀法界，把他高楼平地起，何曾没有房子啊？可是事情只在此地，岂不是凄凉？小姐你看，此地是山花土香，莫扎动居，青山落水，把鸟证明是热闹得很，不为凄凉的呀。门呢？门在哪里呀？这就是门啊！哎呀，这是一条破日子，怎么说是门呢？这叫做辕门。好一个辕门！小姐别看门外之词啊，这门里面恰是别有一番风光哦。哦，里面外面有一番风光。是啊，是啊。那倒让我去看看这个风光来。啊！哎呀，你怎么不对小心？空了哦，那么让我先进去说与彩英小姐啊。小弟，来呀！啊，嘿嘿，这是里门一路，进来可要抵对哟。来，放心。哎，